我最近研發到咧用米紙整菠菜鮮蝦餃，真係同酒樓食到嘅一模一樣啊！仲要超簡單，你哋快啲收藏起佢先啦。材料真係只需要蝦、菠菜同米紙，洗乾淨啲菠菜焯佢20秒，再浸落凍水5分鐘，跟住就好似扭毛巾咁扭乾佢，再切碎備用。將2/3嘅蝦仁剁碎1/3切粒，跟住就醃一醃啲蝦肉。我哋就嚟打蝦膠啦，不外乎就係揸佢、攪佢同埋撻佢。重複以上步驟打到佢起膠就得啦，再加埋啲菠菜碎攪勻就完成啲餡啦。個皮我會用2塊米紙濕水搭埋而成。好多人話用米紙好難包餃啦，其實有個竅門嘅，就係濕水之後攤1分鐘等佢變軟身，然後我再吸個碗落去界小圓皮，1塊大米紙可以界到2塊。界好咗2塊之後咧，剩翻嗰啲你可以用嚟做雞絲粉皮。跟住包餃整濕隻手會容易啲嘅，其實好簡單，就咁中間加啲餡啦，然之後對接，再平放捏實條邊咁就完成噶啦。啲餡嘅份量一共可以整到6隻餃。蒸之前個底一定要噴油啊！我仲用埋蒸籠，係咪好有酒樓 feel 呢？水滾起計大火蒸佢3分鐘，夠鐘新鮮熱辣嘅米紙菠菜鮮蝦餃出爐啦！真係好晶瑩剔透啊！係咪同酒樓嗰啲好似呢？我食餃一定要配三哥廚房嘅辣椒油啊！佢嘅辣椒油真係細一嘅，我冇諗過咁簡單呢，就可以完美復刻到出面酒樓要20-30蚊一籠嘅菠菜鮮蝦餃。呢個仲要係健康又好味喎。除咗外形似之外啦，連個味道都勁似㗎。蝦係好爽口啦，加埋菠菜嘅清甜，重點係個米紙皮一樣咁煙韌，真心超正啊！多得今次30日用米紙減肥嘅挑戰啦，激發咗我無限嘅創意，真心要俾啲掌聲自己啊！